顶礼拜伫新北市有2个消防人员因为救人结果过身去。这市政府虽然讲有成立灾害事故调查会要来查原因，也毋过煞无提供这个消防员的资料予调查会。今仔日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是伫新北市府头前来抗议，要求要赶紧提出资料，确保调查的过程公开佮透明。我们需要资料，给我们资料啊！要资料了吗？基站消防人员要求新北市消防局提供7月初82位殉职消防人员的调查资料。因讲代志已经发生1礼拜啊，市府已经成立灾害事故调查会要调查，不过到今也未提供殉职资料予调查委员会。现场也有消防员讲甲哭出来，因讲其中一个过身的消防员，较早也是促进会干部，嘛捌徛伫遮做官过。当时伊要求政府爱予消防人员有专职的分工，甲救火、救灾、救护做分工，新冠到大也未实现，互因真心酸。新北市政府过了10天才开会，也就罢了，在开会前连资料都不给我们。我不知道刚刚那个是新北市长官的谁啊？是前任记者还是什么？面对我们的问题，完全回答不出来。哎，你绝对自由开党啊！要党的那个。我是北市民，我消防员，我不能进北市政府吗？双方一再起冲突，互相杀来杀去，因为新北市府坚持要等到灾害事故调查会召开了后，才提供资料，无愿意提早交出来。基站消防人员要求这个资料就要有当时的事故记录、天气漏水状况、微落器录音等等的证据，来确保调查的过程公开透明。跟新北市政府要的，不过就是最基本的救灾相关的影像，不过就是最基本的抢救时序，不过就是最基本的无线电相关的通联记录，这些都应该在案发的第一时刻被保留下来，直接交给我们灾调会委员。我们就是按照规定，按照规定就是。针对促进会诉求，新北市消防局是回应讲，灾害事故调查会计划拍算伫7月18下晡2点召开，到时会公开消防员殉职的调查资料，调查结果也会公开透明，予外界和家属一个答案。记者陈亚轩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